翹手好似開山劈石咁，遇神殺神，遇佛殺佛。詠春拳呢就少咗幾分光芒，但係更注重出拳嘅角度，永遠呢以三角結構對準敵人。大家好，人哋成日話硬橋硬馬，究竟咩係橋呢？點解要硬呢？詠春拳嘅橋又硬唔硬呢？今日我哋就嚟講下翹手。橋又稱為翹手，打鬥嘅時候產生手臂互相撞擊，形成力流嘅傳導，我哋稱之為橋。洪熙官、鐵橋三、黃麒英、黃飛鴻呢一批南少林嘅弟子呢，就係以硬橋硬馬聞名嘅。南拳功夫裏邊仲有好多鍛煉翹手嘅方法，典型嘅比如鐵環功、碌橋功、格三星等等，同南拳高手格三星呢，簡直就係學型。無獨有偶，泰拳空手道亦都非常注重手臂硬度嘅訓練嘅。翹手硬呢個係一種物理上嘅優勢，橫練嘅筋骨皮，可怕嘅抗擊打，無論係攻防呢，都會令對手產生極大嘅心理震懾嘅。傳統嘅南拳風格係大刀闊斧，翹手好似開山劈石咁，遇神殺神，遇佛殺佛。詠春拳呢就少咗幾分光芒，但係更注重出拳嘅角度，永遠呢以三角結構對準敵人，配合短橋扎馬，便於移動就靈活精準。詠春拳都有翹手訓練嘅，好似無人裝、黐手、逼爭呢啲方法。今日我哋講翹手，剛猛固然係犀利啦，但係過剛易折，萬物有剛亦都有柔。下期有機會我哋講下詠春拳裏邊嘅以柔制剛。